讲到落大雨，这屏东的大雨已经落3天了，地区着嘉东、枋寮、东港、新园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，其中这嘉东的运丰村一寡所在呢，水上界深，竟然有到胸坎遮尔深。啊那公所呢，敢若会当用这树林船来分这物资互民众。啊那枋寮的北四寮呢，有住户由原有装这水闸门，共款是淹水淹入去，所以变做是讲，因着爱行这窗仔门来出入。那过则因为落大雨放弃的万丹兴化瀑布花，早起也因为这大水雨，搁再放弃咯。啊那旧太埔往到八山口的车路，因为山架有放无法度通过，公所是赶紧派人来抢通。啊那屏东的布袋、三地门、顶八个县乡，也搁有东港、枋寮、嘉东部分砖头，明仔载是停班停课的。救护人员拖树林艇伫淹水的船仔内行一阵仔，才行到通报救援的民家。几落个人做伙甲坐轮椅的长辈扛出来。受西南风甲加大影响，屏东各乡镇虽然有抽水设备，不过强降雨地区抽水排水袂赴，也是互嘉东等真侪个乡镇二是拢传出淹水灾情。其中嘉东运丰村部分路段水淹到胸坎，救灾人员用树林艇载物资，大家发放。因为大雨一直来，伫庄头的抽水机无够。大只拢抽袂离，一直抽，前站咪抽较近，嘛是拢安尼在抽，无法度通抽较离。甲运丰村隔壁的盐温村同款有灾情，村民为了替厝的人摕药啊，撩水行伫巷仔路内，部分路段水淹甲大腿悬。汽车伫这个淹水的路段小心通过，第一线枋寮段部分道路刷变桃梅沟路，枋寮新良村往大丁村路段也因为积水捌封起来，北细寮一带的住户总共有装防水闸，水也是淹入厝内，居民只好赶紧将家具扛起来贴好悬。有人靠树林艇出外，有人撩水行伫路里。东港中正路顶路段透早开始因为大雨，搁因为大流，陆续传出淹水灾情。不少路段拢有封锁线。东港大桥周边社区的车路哪亲像河，水搁淹入厝内，新园乡嘛浸伫水内。机车经过港西村内路段，哪亲像骑水上学倒摆，连续落雨，互港西村水淹了搁退，退了搁淹。怪手顶山包甲报环脱落好，大水雨酸断屏东真侪乡镇。6月底早因为大水雨风暴的万丹乡新化部报环，县政府提早蹲山包，也是无法度挡林路排水的水势又搁放弃。南边交流道周边平面道路因为淹水有封锁线，伫太埔乡的7站2日开始3天累积雨势超过900毫米。旧太埔往登山口方向的路段山坪因为大雨崩塌路断去，公所举报了后，嘛找厂商来，希望会当伫24抢通。